好家伙，这么多人，真是浩浩荡荡啊！看来给咱们带来了不少好东西啊！你跟我后面，截住他们，捡好东西拿！好的，大王。儿童们，我们的女人，还有我们的孩子，现在眼巴巴的，正在等着我们满载而归呢。今年冬天的酒跟肉，就全靠这趟了。一定能赶到。姐姐，把披风给我。对，月公主说的对，这披风是爸爸穿不得了。给我，我小月，那样太危险了。眼下我们都被困在这儿，可他们并不认识你，能识别的大约就是这件披风了。我去把他们引开。敌人危急，总比大家设想要强。他别动！
好歹是一個人的性命，就由奴婢去吧。刀劍無情，小冉眼下是我唯一擔心的人。我把小冉托付給姑姑，千萬要好生照顧她。不，给我公主，如果你有事，所有人都活不成了。默点看，月公主的主意不妨一试啊！你救了大家的命，请受奴婢一拜。月公主舍生取义，救他人于水火，蒙袄汗颜。